28 House 特約每日樓市，係由28 House 揾樓 App 贊助播出。原本以為冇晒蹤影嘅樓市小陽春，隨住印花稅門檻放寬同埋股市向好等因素帶動，終於喺3月爆發。10大屋苑交投顯著回升，見5個月最多。近期股市向好，加上受惠於100蚊印花稅寬減同埋部分新盤向預客回流等因素，二手樓市終於打破悶局。綜合市場數據，3月10大屋苑成交合共有220幾宗，比起2月大約140宗，按月增加近60%，見5個月最多。當中有4個屋苑升幅超過1倍，包括黃埔花園、鰂魚涌康怡花園、天水圍嘉湖山莊同埋東涌映灣園。又以康怡花園嘅買賣按月多2倍跑贏，今個月有15宗。不過成交旺量唔旺價，平均尺價按月仍然要跌大約3.8%。黃埔花園嘅表現向好，價量齊升，成交按月增加超過1倍，去到25宗。期內平均尺價由大約11,000蚊升7.6%，去到12,000幾蚊，升幅屬於10大屋苑入面比較多。總結過去1個月，10大屋苑入面只有美孚新村成交量逆市跌，按月減少7%，去到26宗。分析相信次季嘅旺量情況或者會持續。睇到而家我哋嗰個物業嗰個回報率咧，其實同你話銀行息口咧，我相信已經拉得好近啦。好多地區租金係升得比較急嘅，咁大家都會覺得買樓就好過租樓，同埋大家始終睇翻以往嗰個數據啦，因為跌幅好難話會係一路咁樣維持去5年、10年嘅。咁如果你其實我哋個累計跌幅咁大嘅時候咧，個基數低翻落嚟嘅時候咧，咁變相啲人覺得入市嗰個會賺錢嘅機會會高翻咯。咁所以我自己覺得喺咁嘅情況下拉動咗啲人去入市，咁我相信暫時嗰個小陽春都會持續一段時間。不過張橋楚認為喺新盤貨尾量仍然高企之下，相信短期二手樓價將會繼續易跌難升。整體樓市交投加快，帶挈第一季本港現樓同埋樓花按揭數字顯著上升。根據經絡按揭數據顯示，頭一季樓花按揭有1770幾宗，按年大增超過3.7倍，見近3年同期最多。現樓嘅按揭宗數就比起舊年同期升近1成半，去到超過13000宗。佢哋行就話，自舊年政府放寬樓花按揭措施，唔少嘅買家選用即供付款，加上發展商積極低價推盤，頭一季樓花按揭嘅走勢凌厲。預料全年樓花按揭嘅數字將會按年大幅回升。早前有代理嘅數據顯示，因為近年樓價從高位回落，持貨10年或者以下嘅業主帳面獲利嘅比率跌穿2成，唔少嘅業主更加要蝕讓離場。屬於半新樓南昌港鐵站上蓋項目會曬一個開放式單位，實用面積267尺，中層望市景，業主最初叫價550萬，議價之後以490萬易手，尺價18000蚊。比起上個月成交嘅平均實用尺價低大約1成半。原業主喺6年之前以大約654萬買入單位，現時轉手要蝕超過156萬離場，單位貶值2成4。睇下另一宗成交，業主持貨年期亦都唔長，大約係4年。位於將軍澳嘅都會站3房單位，面積633尺，望開揚嘅山景，喺舊年1月份已經開始放盤。最初以948萬放售，但係業主見到成交放緩，3度減價，最終以830萬成交，尺價13000幾蚊。原業主喺2021年以1000萬買入單位，今次沽貨蝕170萬離場，貶值1成7。歡迎收睇焦點財經，我係洪家星。匯控指有信心未來3年有形股本回報率1成半可以達標，又指將會集中拓展亞洲同埋中東嘅財富管理業務市場。麥嘉欣報導。
匯控喺香港召開股東非正式會議，集團主席杜嘉祺話：對今年維持派息比率50%嘅目標睇法樂觀，未來3年有形股本回報率15%，亦有信心達標。Our dividend payout ratio for 2025 remains 50%, excluding material, notable items and related impacts. And we are targeting a mid-teens return on tangible equity, excluding notable items, in 2025 as well as 2026 and 2027. 行政總裁艾喬治話：財富管理係集團嘅核心業務，未來將會集中拓展亞洲同埋中東市場。Our recognized brand, our financial strength, and our complementary footprints across Asia and the Middle East reinforce our position in the world's fastest-growing wealth markets. In short, we've simplified our structure and aligned it to our strategy. 會上有股東關注股價表現。匯豐個股價咧喺呢個年內咧會推返上呢個紅底股啊。We don't work to or make share price predictions, but as we produce and increase value, hopefully the market will continue to recognise that. 杜嘉祺又話：內地推出多項穩經濟措施，同埋進一步開放市場，將為集團帶嚟更多機遇。有線新聞麥嘉欣報導。觀望美國新一輪關稅細節，恒生指數升唔夠100點，北水淨流入接近200億元。美國今個星期將會公布對等關稅，市場觀望情緒濃厚，港股反覆靠穩。恒指中午之前最多升超過300點，午後升幅收窄，收市報23,206點，升87點，大市成交大約2500億，北水淨流入近200億。喺特朗普公布個對等關稅之前呢，市場都係觀望氣氛濃厚，咁啊同埋即係似乎4月份亦都冇乜特別嘅催化劑啦，對於中國嘅股份，咁啊都係要等一啲即係再多啲嘅財政刺激啊，即係之前公布咗部分點樣去振興內需啊，咁啊都係要等中國政府各個部委咧再公布多啲嘅具體政策，先至有向上嘅催化劑。汽車股走勢個別。小鵬上個月交付量升2.6倍，一度升過9%，收市升超過半成。小米 SU7 據報日前喺內地高速公路撞車後起火，股價跌超過半成，連跌4日。澳門上個月博彩收入勝預期，濠賭股做好，永利升超過2%，金沙升超過1%。老鋪黃金舊年多賺2.5倍，股價抽升1成9，以全日高位收市兼破頂。其他金飾股普遍做好，周生生升超過3%，周大福升超過1%。內房股走勢個別，中海外同埋越秀地產喺業績之後分別跌4%同埋6%。港澳辦再次轉載大公報文章，質疑長和出售港口交易。文章題為依法審查長和非一般買賣。香港政商界認為有國家做靠山，企業先至能夠後顧無憂。文章綜合多位立法會議員嘅意見，指香港企業作為祖國面向世界嘅重要參與者，喺涉及國家利益問題上面必須站穩國家民族立場，期望長和配合市監總局嘅反壟斷審查，重塑良好企業形象。小米表示就 SU7 汽車致命車禍全力配合警方嘅工作。小米指出，上個星期6晚 SU7 標準版汽車喺德上高速公路慈岐段遭遇嚴重交通事故。據了解，車輛當時處於智能輔助駕駛狀態，以116公里時速持續行駛。小米已經成立專項小組，喺警方指導之下，積極配合調查、取證等各項工作。另外，公司指出，上個月小米 SU7 交付超過29,000架，有信心達成35萬架全年交付目標。因應小米還債同埋盈利能力等良好，評級機構標普將小米長期信用評級由 BBB 減升到去 BBB， 評級展望係穩定。多間內地車企公布3月嘅銷售數據，比亞迪3月銷量按年升近2成半，
首季累積售出大約100萬架車，按年增長近60%。吉利3月嘅銷量大約係23萬架，按年升超過半成，升超過5成。首季嘅銷量增長近5成。理想3月嘅交付量增長2成6%，首季交付升1成半。而蔚來嘅3月交付量按年增長超過2成，首季就升大約4成。澳門今年以嚟博彩收益較舊年輕微增長，相比疫情之前仍然少1/4。有業界人士話，行業嘅信心正喺度恢復，亦都吸引更加多唔同嘅旅客去到澳門。黃建津報導。澳門首季博彩收入保持穩定，升幅唔夠1%。3月博彩收入按年上升0.8%，好過市場預期，有196億澳門元，升幅較前一個月顯著減慢。總計頭一季嘅收入升0.6%，至到576億澳門元。不過相比2019年，即係喺疫情前嘅水平，仍然係少咗大約1/4。當時首季嘅收入高達761億澳門元。不過業界人士話，喺新發牌制度之下，收入較高嘅貴賓廳所受嘅監管已經改變，依家應該要更加聚焦中場嘅表現。整個中場嘅收入呢，其實已經係超越咗疫情前，咁啊大概係增長差唔多10%。跟住就第二季或者下個月啦，咁其實陸續睇到咧，無論香港嘅股市又好，內地嘅經濟又好咧，睇到嗰個信心咧係逐漸恢復。馬浩文話：第一季澳門旅客人均消費輕微下跌咗，5星級酒店房價亦都下調，認為行業都希望以價格吸引更加多嘅旅客。有部分歐洲同埋東南亞嘅國家到澳門旅遊嘅人數都有增長。有線新聞黃建春報導。有67間上市公司因為未能夠如期公佈去年業績，今日開始停牌。港交所表示，喺1943間以12月31號為財政年度年結日嘅上市公司當中，有67間公司因為未能夠公佈舊年全年業績而需要停牌。佔比大約係3.4%。港交所重申將會繼續監察市況，並且同上市公司保持溝通，確保佢哋符合上市規則，並且盡可能縮短停牌時間。金監總局等部門鼓勵銀行加大科技企業嘅信貸投放。金監總局聯同科技部同埋發改委發布銀行、保險業嘅科技金融高質量發展實施方案。建議銀行為科技企業提供彈性貸款利率同埋還款方式，推行科技企業並購貸款試點，支持科技企業債券融資，同埋鼓勵銀行為科技企業發行科創票據等。財新中國製造業採購經理指數見4個月高位勝預期，主要反映內地中小型廠商嘅財新中國製造業 PMI。上個月升0.4去到51.2，連續6個月處於擴張區間。編製指數嘅財新智庫指出，製造業供求維持擴張，新訂單指數微跌，但係消費品訂單依然強勁，出口方面增速亦都加快。美國總統特朗普將會喺當地星期3公佈對等關稅嘅細節。另外，美國3大車廠據報遊說政府，希望部分零件免徵2.5%汽車關稅。劉家發報導。美國總統特朗普將於4月2號喺白宮玫瑰園嘅活動上公佈對等關稅細節。白宮發言人萊維特話，特朗普嘅關稅計劃係歷史性改變，將扭轉幾十年嚟嘅不公平貿易行為，為國民做正確嘅事，強調所有對美國不公平嘅國家將面臨關稅，不會豁免，而農業界亦唔會豁免。佢又以歐盟、日本、加拿大等國做例子，話美國貨品難以進入呢啲市場，導致過去好多國民破產同失業，暗示呢啲國家可能係新關稅嘅目標，但拒絕透露更多細節。針對美國將於4月2號向所有進口汽車徵收25%關稅，彭博引述消息話，
福特汽車、通用汽車同佳士拿母公司已經同白宮、商務部同美國貿易代表商討，遊說政府豁免佢哋喺全球採購數以千計低成本汽車零件繳納關稅。呢啲零件通常嚟自墨西哥等國家，一旦徵稅，令成本增加數十億美元，導致裁員同盈利警告，違背特朗普推動行業嘅目標。佢哋亦作出讓步，願意對發動機、變速器等大型零部件支付關稅。有線新聞劉家發報導。國際金價再創新高，市場憂慮貿易戰，資金繼續流入金市避險。現貨金價曾經升穿3140美元一盎司，創新高。總結第一季金價升1成9，升幅係1986年第3季以嚟最大。著名投資者巴菲特據報計劃再發行日元債券。彭博引述消息話，巴菲特旗下巴郡計劃向全球發行日元債券，由美銀同埋瑞穗證券負責。巴郡自2019年進入日本市場，並且恆常發行日元債券。舊年10月發債規模創新高。早前巴郡宣布將會繼續增加日本5大商社嘅股權，估計今次發債同增持相關。焦點財經講到呢度，再會。